2026年8月2日，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不過是漫長夏日中一個平凡的周日，然而在華人娛樂圈的輿論場中，這一天卻因為一個少年的19歲生日，再度掀起了關於親情、責任與過往的巨大波瀾。這個少年名叫謝震軒，英文名 Lucas， 作為謝霆鋒與張柏芝的長子，從他降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活在聚光燈的夾縫之中。那一天，張柏芝在社交平台上曬出了一段僵生視頻，畫面中的 Lucas 褪去了人時的清濕，身姿挺拔，眉眼間的輪廓像極了年輕時那個叱咤樂壇的父親。他的手臂上隱約可見的紋身與耳釘，透露着足於是世代獨有的叛逆與自我。更令人動容的是視頻中穿插的一段童年錄音，那是張柏芝在 Lucas 7-8歲時用手機錄下的睡前對話。稚嫩的 Lucas 用帶着奶音的英文說着我想擁抱你，因為我愛你。那時的他全不知道父母之間即將爆發的那場足以摧毀一切平靜的風暴。他的聲音純粹得像山間清泉。張柏芝在視頻配文中寫到19年前的今天，你讓我成為了母親，這是我一生最驕傲的身份。沒有提及任何其他人，卻字字句句都在訴說着一個母親獨自扛起撫養重任的19年光陰。這段視頻發布不到3小時，點讚突破百萬，評論歐里衝入了無數普通母親的共情留言。他們越看到 Lucas 從那個被抱在懷裡的嬰兒長成如今能反過嚟擁抱媽媽的大小伙，仿佛看到了自己含辛茹苦的影子。然而，這份溫馨的母子互動有多濃烈，輿論對另一方的缺席就有多敏感。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網友發現謝霆鋒的社交媒體賬號依然保持着令人窒息的沉默。那個曾經在舞台上摔吉他，在賽車道上飛馳，在廚房裡雕琢食材的男人，此刻像一台精準運轉的工作機器，接連發布了演唱會加場的售票信息以及一檔新綜藝的評審官宣海報，配文簡潔利落，全是商業術語，沒有半點私人情緒的流露。這種極具反差的畫面，瞬間點燃了輿論場積壓已久的情緒。關於這對父子之間心裂到底有多深的追問，再一次被推到了台前。無數自媒體連夜趕製視頻，從 Lucas 嬰兒時期謝霆鋒抱着他躲避狗仔的舊照片，一路分析到如今兩人在公共場合幾乎零互動的現狀，試圖從蛛絲馬跡中拼湊出一張完整的家庭裂痕地圖。當人們試圖解開這對父子的心裂時，那根最顯眼的線頭恰恰是張柏芝視頻裡那句磨心插柳的我愛你。在這個流量與算法共謀的時代，公眾人物的親情往往被切割成可供消費的碎片，而張柏芝選擇呈現的卻是一種綿長且厚重的質感。那段被珍藏了10幾年的錄音絕不僅僅是為了展示母子情深，它更像是一個隱喻，暗示着在 Lucas 成長的漫長歲月裡，那些無數個需要被擁抱、被回應的瞬間，母親都在場。據港媒多年來的跟蹤報道，張柏芝在2012年正式與謝霆鋒離婚後，有長達5-6年的時間幾乎處於半隱退狀態。她推掉了大量需要長期外出的影視劇邀約，只偶爾接一些廣告代言和綜藝飛行嘉賓，將生活重心完全傾斜於兩個兒子的日常起居。從 Lucas 小學時的家長會、運動會，到中學時期的學業輔導、興趣培養，再到青春期時的情緒疏導、價值觀塑造，張柏芝幾乎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所有這些瑣碎而隆大的工程。曾有狗仔拍到他在暴雨天獨自開車接送 Lucas 去鋼琴課，車窗被雨水模糊，他的側臉寫滿了疲憊，卻依然掛着笑容。也有路人分享過在迪士尼樂園偶遇張柏芝帶着兩個兒子排隊玩過山車，他沒有任何明星架子，像所有普通母親一樣蹲下來幫兒子系鞋帶。這些魔法被剪輯成短視頻的瑣碎日常，構成了 Lucas 如今願意主動擁抱母親、坦然越出愛的心理基礎。因為他知道，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個重要節點，無論是第一次登台表演的緊張，還是第一次失戀後的摧喪，回頭時母親永遠站在那裡。反觀謝霆鋒，這種溫情的敘事與他之間似乎隔着一層無法穿透的無玻璃。在 Lucas 生日的同一時間段，除了工作全是工作。有細心的網友統計過，這並非謝霆鋒第一次在孩子的重要節點保持緘默，
2025年 Lucas 18歲生日時，公開慶祝的主角同樣是張柏芝，他為兒子辦了一場小型家庭派對，邀請了 Lucas 在澳洲的幾個好友通過視頻連線參與。而謝霆鋒當天正在內地錄製某美食節目，鏡頭裡的他切着三文魚，刀工精準，表情專注，仿佛那個日子與他毫無關聯。再往前推，2024年 Lucas 17歲生日，張柏芝曬出了母子三人滑雪的合影。謝霆鋒則被拍到如王菲在東京逛街，這種長期累積下來的感知落差，讓公眾產生了一種近乎固化的認知，即在這段破裂的關係中，母親承擔了幾乎所有看得見的情感勞動，而父親則像是一個定期轉賬的印形人，偶爾出現在滑雪場或演唱會後台的父子同框，更像是為了證明血緣尚未斷裂而進行的商業互吹，遠不如日復一日的餐桌陪伴來得有說服力。於是，輿論場上開始出現一種尖銳的聲音，他們認為謝霆鋒將所有的浪漫與柔情都給了王菲，卻把冷漠和缺席留給了自己的骨血。這種論斷在情感層面上極具衝擊力，因為它擊中了人類社會最樸素的對公平與責任的期待。然而，如果我們僅僅依據社交媒體的公開動態，就將謝霆鋒定義為冷漠的父親，或許又落入了後真相時代最典型的敘事陷阱。在這場關於心結深度的討論中，一個經常被刻意忽略的細節是謝霆鋒本人對於原生家庭的複雜情列，而這種情列遠比簡單的不愛要糾烈得多。謝霆鋒的父親謝賢在2026年7月剛剛離世，享年90歲。在處理完父親後事近數天後，他就迎來了兒子 Lucas 的生日。謝賢與謝霆鋒的父子關係本身就是一部充滿遺憾的家族史。謝霆鋒16歲出道替父船債，謝賢卻長期沉迷賭博和享樂，父子之間缺乏正常的溝通與陪伴。謝霆鋒曾多次在採訪中流露出對父愛缺失的遺憾。他在2011年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的領獎台上哽咽着向台下的父親道歉，說自己從小是個麻煩的孩子，讓父親操碎了心。而謝賢則在此後的訪談中坦言：我和謝霆鋒不熟。這句話從一個父親的嘴裡語出來，其沉重程度足以讓任何一個有同理心的人感到窒息。這種充滿格該與渴望的父子關係，構成了謝霆鋒性格底色的重要部分。他既渴望被父親認可，又在潛意識裡恐懼自己會重蹈父親的覆轍。按理說，一個曾因父愛缺席而受傷的人，理應最懂得如何避免重蹈覆轍，但現實往往比戲劇更具諷刺性。命運似乎總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活成自己曾經討厭的模樣。有圈內資深娛記透露，謝霆鋒並非對兒子完全不管不問，他曾被拍到帶 Lucas 和弟弟去澳大利亞滑雪，全程陪伴了整整1周。Lucas 和弟弟也曾多次現身父親演唱會現場，坐在內場 VIP 區。雖然鏡頭捕捉到的畫面中，父子之間並沒有怎麼親密的肢體互動，但 Lucas 在父親唱到因為愛所以愛時，悄悄跟着哼唱，那個瞬間被路人用手機拍下，發到網上後引發了小範圍的討論。更不為人知的是，在2025年謝霆鋒的進化演唱會上， Lucas 專門為父親設計了其中一套演出服的塗鴉圖案，那些看似隨意的線條和色塊，其實融合了 Lucas 自己對於音樂的理解以及他與父親之間那些屈指可數的共同記憶。謝霆鋒穿上那套服裝唱完整場，雖然他在台上沒有對台下的兒子說一句煽情的話，但他在後台接受採訪時罕見地提到了家人的支持對我很重要。這些斷裂的未被系統記錄的畫面，似乎表明父子之間並非鐵板一塊的冰冷，而是一種典型的具有東方色彩的內斂與笨拙。謝霆鋒或許採用了某種與其父謝賢截然不同的，但在公眾眼中依然不及格的方式在擁繫這份親情。他可能在深夜改完劇本後，通過視頻連線幫兒子調整藝考曲目的伴奏節奏，可能默默承擔着澳洲留學每年數十萬的高昂學費和生活開銷，可能通過經紀人秘密為兒子的音樂製作設備提供贊助，只是這些都被他嚴格挖歸為私事的範疇，從不展示，也從不解釋。這種將父愛隱藏在物質支持與零散探視背後的做法，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裡，往往被視為一種逃避，
因為大眾更願意相信看得見的眼淚如擁抱，而不願去取測那些尋覓在水面下的冰山。但如果我們冷靜下來思考，謝霆鋒這一代人，尤其是成長在傳統粵語家庭文化中的男性，他們表達愛的方式本來就是內斂甚至笨拙的。他們不擅長說我愛你，不習慣擁抱，他們可能認為提供優越的物質條件和足夠的經濟保障就已經是盡到了父親的責任。這種價值觀的立位，恰恰是導致深烈被輿論無限放大的深層原因之一。正因為如此，當我們將目光拉回到那個更具爭議性的時間節點，8月8日，也就是王菲的57歲生日時，謝霆鋒的沉默與喧嘩就構成了另一種極具割裂感的解鬥文本。在 Lucas 生日過去不到一周，謝霆鋒在瀋陽的演唱會上，對着數萬名觀眾，借着台下粉絲舉起的手幅，連續2次甚至3次在舞台上高喊生日快樂。他沒有點名道姓，但全場沸騰，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這4個字是跨越了山河傳遞給了正在雲南里海邊安靜度假的王菲。這一幕被迅速發酵，與此前對親生子生日的一言不發形成了鮮明對比，也成為了那些指責他厚此薄彼的評論者手中最有力的證據。從情感投射的角度來看，公眾之所以對此反應如此劇烈，是因為他觸動了人類社區最樸素的公平感，同為至親，為何女友的生日可以在陌人面前昭告天下，而親生兒子的19歲成人禮卻換不來一條簡單的動態？有人將這種差異歸列為謝霆鋒對王菲的給度珍視，以及對張柏芝的刻意切割，認為他不願意因為提及與張柏芝所生的孩子，而與過去那段並不體面的歷史產生任何公開的關聯。這種解鬥帶有一定的心理學依據，在利兒家庭中，父親往往會將對前妻的複雜情緒無意識地帶入到親子關係中，為了避免觸景生情，他們可能會選擇物理上的願利，儘管這種願利在客觀上造成了另一種傷害。更令人唏噓的是，謝霆鋒並非一貫對所有的非親生孩子都如此吝嗇表態，早在多年前，他就曾被拍到為竇靖童的演唱會送花籃，為李嫣的生日親自下廚做他愛吃的甜品，那種坦然與細緻，與他面對 Lucas 時那種略顯僵硬的沉默形成了令人深思的反差。有心理學專家在社交平台上分析過這一現象，指出謝霆鋒在面對王菲帶來的2個女兒時，沒有歷史包袱，沒有恩怨糾葛，他可以輕鬆地扮演一個溫和的長輩角色；而面對 Lucas 時，他看到的不僅是兒子，船有那段充滿爭吵、背叛、媒體圍堵和漫長官司的婚姻，那種複雜的情緒投射使得他在靠近 Lucas 時會不自覺地產生某種防禦機制。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王菲與謝霆鋒復合已逾10年，兩人早已形成了一種不依賴日常秀恩愛來擁繫的默契。那種不曬合影、不寫小作文的相處模式是雙方共同認可的書的歐。王菲本人也從未要求謝霆鋒在公開場合為自己慶生。這次演唱會的呼喊更像是謝霆鋒一時興起的情感釋放。但這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何對 Lucas 的生日連一句私人勿擾式的低調祝福都難以捕捉。畢竟在當下這個社交網絡極度發達的時代，發布一條簡閃的生日祝福甚至不需要花費1分鐘。他可以不被置頂，可以被淹沒在無數工作動態中，但他至少能傳遞出一個信號，即父親記得這個日子，父親在乎。然而謝霆鋒連這種最低成本的儀式感都放棄了，這背後的心理動機，恐怕遠非工作太忙或不想炒作所能搪塞過去。或苦，在這位父親複雜的納新排序中，與過往切割的決絕，終究算是在某個瞬間壓過了對長子情感需求的回應，而這種排序本身就是那道心裂最真實的模樣。他或苦認為，既然已經離婚，既然已經有了新的穩定伴侶，那麼刻意保持與舊家庭的距離是對現任的尊重，也是對過去的一種了斷。但他忽略了孩子並不是過去的一部分，孩子是活生生走向未來的人，是帶着他的基因和血脈繼續在這個世界上生長的生命。這種認知上的立位，使得謝霆鋒在父親這個角色上，始終處於一種擰巴的狀態。他既不願意像謝賢那樣完全缺席，
又無法做到像張柏芝那樣全然投入，於是他就卡在了一個中間地帶，偶爾出現，經常沉默，提供金剪，吝嗇情感。面對這種複雜且沉痛的輿論糾葛，我們必須保持足夠的審慎與克制，因為任何試圖在這對父子之間揀禪站隊的論斷，都極有可能是在用非黑即白的二元邏輯去複習一段長達19年的充滿節奏的人間真實。這段父子關係的深裂有多深？也苦深到外人無法窺其全貌，也苦煎到只是一次次潰如沉默堆疊而成的雪崩。每一片雪花都覺得自己是無辜的，但當它們累積起來，就足以壓垮一段本可以修復的情感橋樑。謝霆鋒在謝賢離世後的表現其實提供了一個微妙的參照，係那個曾經在演唱會上對着父親隔空喊話，試圖和解的兒子，如今也成了另一個父親。在謝賢去世後，張柏芝不近第一時間發文悼念，用詞懇切尊敬，還特意安排從澳洲返港的 Lucas 和弟弟陪伴病重的爺爺走過最後一程。媒體報道稱，謝賢臨終前見到兩個信子時，眼中泛起了渾濁的淚光，而張柏芝本人更是將社交頭像換為黑色以示哀悼。這種處理方式展現了極高的情商和格局。這種體面且周全的處理方式，說明在張柏芝的引導下，Lucas 與謝家的祖輩親情並未斷裂。他並沒有因為與謝霆鋒的婚姻破裂而切斷孩子們與父親家族的聯繫，相反，他始終在教導孩子們尊重爺爺、理解父親。謝賢生前曾將大部分資產留作兩個信子的成長基金，並交由張柏芝代管。這不僅是金錢的傳承，更是一種對於親情紐帶的擁繫。老人家用自己的方式在彌補兒子在情感陪伴上的不足。因此，當謝賢謝根連接着謝霆鋒與張柏芝兩家的繩索因離世而從此後，謝霆鋒與長子之間的關係確實進入了更加考驗本心的階段。沒有了爺爺作為緩衝和橋梁，父子二人將不得不更多地去面對彼此之間那種略顯尷尬和生殺的相處模式。未來，隨着 Lucas 成年並逐查擁有更獨立的社會人格，他或許會像當年的謝霆鋒審視謝賢一樣，回過頭來審視父親在這19年裡的每一次在場與缺席。令人稍感寬慰的是， Lucas 並沒有長成一個渾身帶刺的問題少年。他在生日視頻裡對母親說我愛你，語氣自然毫不扭捏。他熱愛音樂且在澳洲留學期間表現優秀，有同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過他在校園音樂節上的彈唱視頻，台風穩健，頗有天賦。他甚至在父親演唱會後台幫忙塗鴉演出服時，被工作人員拍到與父親坐在一起吃盒飯的畫面。雖然兩人之間隔着一個人的距離，沒有交談，但那種沉默本身或許也是一種默契。這種跡象表明，他在母親張柏芝傾注的充沛情感中吸取了足夠的安全感，這樣他即使面對父親那一邊稍顯含蓄和內斂的情感表達，也不至於陷入自我懷疑的泥沼。他成長為了一個善良、獨立且有同理心的年輕人，這本身就是張柏芝作為母親最值得驕傲的成績單，也是謝霆鋒雖然方式笨拙但終究沒有徹底缺席的前提下，兩個孩子能夠身心健康長大的根本原因。我們無意在這篇文字的結尾去充當宣判父子關係終局的法官，因為親情向來不是一道非對即錯的判斷題，而是一道沒有標準答案的論述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題思路，也都有自己的局限和困毒。謝霆鋒或許依然遵循着他從謝賢那裡繼承嚟的一套鎮舊法則，認為提供豐厚的物質保障，承擔昂貴的學費，偶爾幾次高質量的戶外活動，就是父愛的全部。而張柏芝則通過日復一日的生活細節，向孩子們展示了另一種愛的形態。那種愛的代價是犧牲自己的事業黃金期，是獨自面對無數個孩子生病時的深夜急診，是每一次家長會上獨自坐在足於父親的那個空座位上時內心沖起的複雜滋味。這兩種形態的碰撞與失衡，構成了公眾視野裡那道所謂深裂的全部由來。我們應當看到，這對父子之間並非完全沒有交集，只是那些交集被流量巨大的娛樂新聞衝擊得支離破碎，難以拼湊出一幅完整的溫情圖景。如果我們將目光從熱搜榜單上移開，或許會發現真正健康且理智的吃瓜方式，
不是將謝霆鋒架上審判席，也不是將張柏芝奉上神壇，而是清醒地認識到，名人家庭與普通人家庭一樣，都存在着溝通的障礙、表達的困境以及時代與環境造成的性格局限。謝霆鋒童年時缺失父愛的痛，未必沒有轉化為他如今面對危子時的某種膽怯或笨拙。他或苦不知道該如何與一個已經19歲的危子進行深度的情感交流，因為他的父親從來沒有教過他這些。而像柏芝10幾年如一日的堅守，也未必沒有夾雜着對往昔歲月的遺憾與補償心理。他將所有的愛傾注在孩子身上，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填補自己婚姻失敗後內心的空洞。在這個信息碎片化的年代，我們習慣於用一條動態、一張合影嚟定義一個人是否合格，卻忘了最深沉的愛意往往隱匿於暗處，最深刻的隔閡也常常起源於細小的疏忽。對於 Lucas 而言，19歲只是人生的開始，他未來還有漫長的歲月去重新認識父親，去理解和消化這段被翳默雙眼睛為觀歌的父子關係，去判斷父親那些沉默的背後究竟是冷漠，還是另一種無法言說的心情。而我們作為旁觀者，與其熱衷於加深那道看起來難以逾越的鴻溝，不如選擇用平和如理智去為這個少年預留一份成長的空間，讓那些原本築於他們家庭的私密情感重新回歸到私密的領域，而不是在公眾的審判台上被無限放大和扭曲。願時間最終能撫平那些因成年人的恩怨而留下的節奏，願這對父子能夠在未來的某一天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獨特的溝通頻道，哪怕那個頻道裡沒有掌聲和鮮花，只有沉默的對坐和偶爾的相視一笑，那也足夠了。當我們站在這個信息過載的時代回望這場關於父子心理的全民討論時，最需要被重申的恰恰是一種回歸常識的理性態度。我們無法也無需去丈量謝霆鋒與 Lucas 之間那道所謂心理的具體深度，因為親情的計量單位從來不是社交媒體上的點讚數或生日祝福的發布頻率，而是那些無法被數據化的真實流淌在每一個平凡日子裡的牽掛與付出。公眾對於名人私生活的窺探欲是天然的，但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所看到的永遠只是被媒體思算和輿論放大後的局部畫面。那些沒有鏡頭的地方，那些深夜的電話、轉賬記錄背後的關心，節日時默默寄出的禮物，才是構成一段父子關係最真實的機理。謝霆鋒有他的性格短板和表達障礙，張柏芝有他的堅韌和不義，而 Lucas 作為一個剛剛成年的年輕人，他完全有資格也有能力在未來去定義自己與父親之間的關係，而不是被外界的喧嘩所裹挾。我們應該警惕那種將複雜人性簡化為道德審判的話語方式，既不神化任何一方的付出，也不妖魔化任何一方的缺席，而是以一種更加寬容和悲憫的視角去看待每一個在婚姻破裂後依然努力擁繫親情紐帶的個體。畢竟人生漫長，父子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冬天，只要雙方都願意在內心深處保留一處柔軟的角落，那麼和解的春天或許就在下一個不經意的轉身之後悄然降臨。願所有的看客都能少一些烈氣，多一些慈悲，讓這個已經承載了太多是非的家庭，能夠在未來的歲月裡獲得片刻真正的寧靜。